2026年6月1日台北，黃仁勳走上台的時候，身上還是那件黑皮衣，台下坐着的幾千人裏，有 AWS 的採購負責人、三星的芯片 VP、現代汽車的 CTO、全球最大15家對沖基金的分析師。他們來之前以為是看產品發佈，他們走的時候發現自己剛看完一場精心設計的圍獵，90分鐘，5條產品線，每一條都是一顆棋子，單獨看每顆棋子都很漂亮。Vera Rubin 算力指壓 ，Cosmos 3全開源 ，RTX Spark 塞進口袋 ，DGX Cloud 彈性部署，黏微服務即插即用。台下的掌聲是真的，但掌聲停了以後，很多人回過未來，這5顆棋子擺在一起的時候，剛好圍成了一圈。他不是在賣芯片，他是在做一張桌子。所有人以後都得坐這張桌子吃飯，連桌上的菜都是他端上來的。故事從算力講起，但算力只是開場。Vera Rubin 7顆協同芯片綁在一起，5種專用機架拼成一台機器。單顆 Rubin GPU 算力50 petaflops， 上一代 Blackwell Ultra 是15 petaflops， 直接翻了3倍多。整個 NVL 72機架 3.6 exaflops， 超過2022年全球排名第1的超級計算機 Frontier。推理成本降到上一代 Blackwell 的1/10。上一代訓練萬億參數要數周，現在縮到幾天。10年前1000萬買的算力，現在100萬，數字夠炸。但黃仁勳要的不是你限好強，他要的是你算完賬之後得出一個結論，自己見算力不如買他的一座一吉馬的 AI 工廠，資本開支500到600億美元，很快衝800億到1000億。全球有幾個玩家能獨立擲出這個數字 ？AWS、Azure、Google Cloud、Oracle， 剛好就是那幾個既買他芯片又幫他賣芯片的人。350座工廠，30個國家，150家台灣供應商，同時在量產 Vera Rubin， 這叫什麼？這叫你幫我搬磚，我幫你搬磚，但房子的圖紙只在我手裏，算力只是磚，真正讓所有人走不掉的是圖紙。CUDA X 庫針對 Rubin 深度優化，在英偉達全棧上的推理吞吐遠超攞算力換算，因為 CUDA X 把軟件和硬件綁成了一個加速閉環，你在桌面 DGX Spark上調優篤模型，一行代碼不改，直接部署到雲端萬卡集群。開發者在 CUDA 上訓練了20年 ，PyTorch、TensorRT、Llama.cpp 第一適配平台全是 CUDA。你要換可以把20年代碼、工具鏈、人才儲備全推倒。有個詞叫路徑依賴，學術味太重。說人話，你已經長在這張桌子上了，站起來皮肉都得撕一層。然後他做了一件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，他把桌上的菜免費了。Cosmos 3全球第一款全開源物理 AI 基礎模型，權重、訓練代碼、評測數據集全部白送。以前訓練一台能自主搬運的機器人，3到6個月實景採集、買設備、租場地、僱人工，動輒上千萬。現在用 Cosmos 3虛擬仿真，3到7天成本降70%。中小企業入場門檻從1000萬級降到幾十萬。台下的掌聲比 Vera Rubin 那次還大，因為這是真金白銀的讓利。但黃仁勳不是做慈善的，發佈48小時，全球1200多家企業下載，每一家下載完第一件事就是適配英偉達的硬件棧。為什麼？因為 Cosmos 3的推理優化在英偉達芯片上跑得最快。你用開源模型省了70%的訓練成本，但省下的錢全花在了買英偉達 GPU 上。而且你一旦用 Cosmos 3的仿真環境跑通了產線，切換到別的硬件平台，意味着所有仿真數據要重新採集，模型要重新微調，部署要重新驗證。開源是入口，生態是鎖。你推門進來的時候，以為門是開着的，等你想出去才發現門只朝一個方向開。這是黃仁勳最毒的一步棋。Vera Rubin 是硬實力，你還可以咬牙繞開，貴就貴點，用別的。但 Cosmos 3是軟實力，它直接改變了你的成本結構。不用，競爭對手用。3到7天出產品，你還在3個月實景採集，你拿什麼打？用了你就坐到了他的桌子上，怎麼選都是他贏。但這步棋在東方被人接住了。Cosmos 3發佈才1天，中國公司千尋智能的 Spirit V 1.6就在 Robo Arena 榜單上反超 Cosmos 3，登頂全球第一。老王這邊剛放下話筒，那邊就被人超了。這件事的意義不在排名，排行榜隨時變。
意義在於速度。千尋智能的反應速度，說明一件事：中國機器人企業在物理 AI 上的積累，比外界想象的深。Cosmos 3是核彈級工具，但用工具的人同樣關鍵。黃仁勳當然知道。6月5日，他飛韓國和現代、三星、SK 閉門密談，談什麼？把物理 AI 陷入全球自動化率最高的製造業體系。Coutue測算全球物理 AI 基準市場規模6萬億美元。英偉達研判可重塑50萬億美元體量的實體產業。他必須趕在別人用他的工具跑出自己的生態之前，把製造業最發達的幾個國家綁上英偉達的戰車。韓國是第一步，日本、東南亞是下一步，中國他去不了。但中國正在自己做一張桌子。華為、昇騰佔國內市場62%，寒武紀14%，百度、阿里各約5%，英偉達的份額接近0。摩根士丹利5月報告白紙黑字寫着的 IDC 數據畫出的曲線同樣殘酷。巔峰期英偉達佔中國 AI 加速卡市場95%，2025年跌至55%，2026年預計進一步暴跌。華為、昇騰2026，全年目標出貨約120萬顆，同比翻倍。中國 AI 應用調用量 Q1 首次超越美國。黃仁勳那段流傳甚廣的閉門錄音說，出口管制是西方做過的最蠢的決策之一。他生氣不是因為丟了市場，他生氣是因為他看得最清楚，封鎖逼出了一個本不該出現的競爭對手。如果沒有出口管制，中國會在 CUDA 地殼上多長10年拔不出來。現在他們自己長出了一張桌子，代差還在2代以上。中國市場上最先進的英偉達芯片是 H20、H200，對華零出貨。英偉達已經量產2代之後的產品了。在 AI 這個按月迭代的賽道上，每拖1年，差距指數放大，但方向已經不同了。中國走的不是追趕英偉達通用 GPU 的路，直接轉向專用 ASIC。華為、昇騰 NPU，寒武紀思源，阿里含光，各自跑自己的軟件棧，碎片化但自主，跟英偉達主導的西方生態。兩套完全不同的底層架構假設，世界沿着算力線裂成了2半，然後是第3半。Google TPU 最新一代 Ironwood 推理總擁有成本比同類英偉達系統低約44%，能效比顯著領先。Amazon Trainium、Meta 定製、ASIC、微軟 Maya、台積電 CoWoS 先進封裝產能從2025年約7萬片每月擴至2026年12到13萬片每月。定製芯片吃掉越來越多的新增產能。業界預計到2027年，定製 ASIC 將佔據推理算力支出的大頭。黃仁勳最大的客戶們正在變成最大的對手，他們受夠了交壟斷稅。去年買 GPU 的錢，今年拿去自研芯片。邏輯很簡單，你賣我 GPU，我依賴你；我自己做芯片，我依賴台積電。至少台積電不規定我軟件棧用什麼。3個世界：英偉達生態、中國自主生態、雲巨頭自研生態。3套底層架構互不兼容，越走越遠。黃仁勳在台北定義了第4類 AI 擴展定律：智能體擴展，一個提示詞觸發1000步推理檢索，工具調用，響應生成。這不是更快 GPU 能解決的，是全新架構需求。誰先跑通，誰定規則。他定規則的窗口正在被2頭擠，一頭是自研芯片的雲巨頭在搶定義權，一頭是中國在走一條完全不同的路。他必須跑得更快，跑得更快的代價，有人在替他付。高盛數據，2026年每月2.5萬個崗位被 AI 直接替代，僅9000個被增強回來，淨損失每月1.6萬個，替代與增強比接近3:1。這個數字太抽象了，說個具體的。高盛的研究發現 ，AI 替代效應集中在入門級白領數據錄入、基礎分析、客服，因為這些崗位的任務最容易自動化。一個剛畢業的計算機系學生，本想從基礎剛做起，3年賺經驗升資深。現在這個崗位沒了 ，AI 幹了，更快更準，不睡覺。公司需要資深員工來監督 AI 系統，但 AI 正在消滅培養資深員工的入門崗位，新崗位在爆發。AI 治理類崗位需求年增長超過60%，首席 AI 官總薪酬可達50萬到200萬美元以上，但都是管理層。被替代的初級員工根本救不到。黃仁勳在台上說 AI 減少工作是胡說八道，他可能真的這麼認為，但數據不支持他。準確說法是 AI 減少入門級重複性工作，創造高技能監管型工作，中間呢座橋還沒人修。
高盛測算，過去12個月 AI 已經從美國真實的工資單上剝掉了約19萬個崗位，這不是預測，是已經發生的事。Gen Z 首當其衝，他們還沒嘗着，桌上的位子就沒了，還有一張更小的珠子，黃仁勳也在動手牽。RTX Spark 比指甲蓋大不了多少，台積電3納米20核 ARM CPU 加6144個 CUDA 核心128吉字節統一內存，筆記本上本地跑1200億參數大模型，完全離線。40年來，你啟動應用程序、點擊、打字，現在你只需要說電腦自己去幹活。這句話在 GTC 現場沒有引起太大反響，因為比起 Vera Rubin 和 Cosmos 3，RTX Spark 看起來太少了。郭明喺判斷未來2年出貨約1000萬台，相當小眾的開始，但 PC 被 X86 壟斷了40年。英偉達加微軟加 ARM 正在挖一條繞開 X86 的新運河。微軟專門做 Windows 適配 ，Adobe 把 Photoshop 和 Premiere 從底層重寫。6大 PC 廠商秋季上市，30款筆記本加10款台式機。蘋果 M1 剛出來也是小眾，30億 PC 用戶。這張桌子牽得最慢，但牽完最深，因為 Vera Rubin 是企業的桌子 ，Cosmos 3是工廠的桌子 ，RTX Spark 是每個人的桌子。1911年，美國最高法院查了標準石油。洛克菲勒控制了90%的美國石油。法院說，權力不能集中在一個人手裏，拆成34家。英偉達現在控制94%的獨立顯卡市場，約60%的先進封裝產能，幾乎全部 AI 軟件庫，集中程度遠超洛克菲勒。但標準石油的壟斷是管道和鐵路物理資產，法院一紙判決就能拆。英偉達的壟斷是 CUDA 20年積累的軟件生態，2億開發者在上面寫代碼，你拆什麼？拆芯片，芯片只是載體，換一家 Fab 照樣流片。拆軟件，那是2億人的肌肉記憶和代碼庫，沒法用行政命令遷移。反壟斷框架連軟件生態該怎麼拆都還沒想清楚。每拖一天 ，CUDA 地殼就後一寸。黃仁勳站在台北的台上，穿着黑皮衣，說了句：我們正處於某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的起點。台下鼓掌，沒有人注意到。他說的起點是所有人的起點，但珠子和椅子都是他做的。他讓全世界坐到了他的桌前，菜是他端上來的，碗是他發的，連筷子都刻着他的 logo。坐下來的人吃着，發現站起來要走的時候，椅子跟着地板一起長在了身上。而那些沒坐下來的人正在自己做桌子。華為升騰62%的份額，千尋智能24小時反超，他們不坐他的桌。但他們做桌子的速度比他預想的快得多。那件黑皮衣還在台上，桌子碎了一地。有些人已經站起來，再找自己的椅子。